仲未好咩？我而家就要。聽完呢兩句說話，係咪覺得頭皮都發麻？我哋平時教細路等，往往係叫佢忍，但係喺細路嘅世界，無限期嘅忍耐其實係一種痛苦。真正的等待力係要令細路明白時間嘅價值。喺我課堂上面，我會透過一個故事，令細路自己發現點解一定要等。森林入面有一隻好急躁嘅小狼叫魯魯，佢食香蕉唔剝皮，畫畫畫一筆就畫完，因為佢覺得等好嘥時間。有一日，歡奶奶喺度煮星星湯，魯魯一聞到香味就大叫：我要飲，而家就要。奶奶話仲未好，但佢唔聽，攞起個殼就飲。結果呢？哇！魯魯大叫：好難飲啊，又澀又酸，仲好燙口。我講到呢度會停一停，問下我嘅學生，你哋知唔知魯魯少放咗邊一樣調味料？細路會估糖、估蜂蜜，但我會指住個鐘同佢哋講係時間。我會話俾細路聽，星星果未熟之前係石頭，但只要你肯等，時間就會施魔法，將酸變甜。等待其實係俾時間施魔法嘅空檔。但係細路會問老師，等嘅過程好難受，點算？魯魯都係咁問奶奶，奶奶教咗佢3個魔法：唔好望住個煲，喺窗上面畫畫，轉移注意力，聽下泡泡聲，當一個偵探，聽下星星唱歌嘅聲，閉上眼想象，想象湯嘅甜味，將等待變成一種期待。故事講完，魯魯終於飲到嗰碗甜過之前1000倍嘅湯。我會同我嘅學生玩遊戲，等紅綠燈嘅時候，我哋唔係乾等，我哋去數下有幾多架紅色車經過。排隊嘅時候，我哋比賽搭積木。當細路明白等待係為咗更好，佢就唔再係一個情緒崩潰嘅細路，而係一個識得掌握節奏嘅人。